上年有幾百萬人經過南部邊境入嚟。喺拜登政府嗰4年無能嘅管治之下，總共有2500萬人湧入咗，真係一浪接一浪。而家我哋已經完全阻止佢，徹底停滯。事實上，佢哋而家連佢都唔睇，因為佢哋知道過唔到嘅。但係發生佢嘅事，完全唔可以接受。聯合國應該係阻止入侵，而唔係製造入侵，更加唔應該資助入侵。喺美國，我哋反對允許大量外國人穿越半個地球，踐踏我哋嘅邊界，侵犯我哋嘅主權，製造無休止嘅犯罪，消耗我哋嘅社會保障網。我哋重申，美國屬於美國人民。我亦鼓勵所有國家採取自己嘅立場嚟保護自己嘅公民。你必須咁做，因為呢，我睇到啦，我冇提及名啦，我睇到啦。我可以將佢哋每一個人都叫出嚟。你哋正在毀滅你哋嘅國家，佢哋正在被摧毀。歐洲正陷入嚴重嘅困境，佢哋遭到咗前所未見嘅非法外星人嘅入侵，非法移民正在湧入歐洲。從來冇人，亦都冇人採取任何行動嚟個改變呢種狀況，將佢哋趕出去。呢個係唔可持續嘅。而因為佢哋選擇政治正確，佢哋完全冇都冇做。我真係要講，我望住倫敦啊，你哋有個好差嘅市長，真係好差好差嘅市長。而家變咗好多，真係變咗好多。而家佢哋仲想實行伊斯蘭教法，但你哋係唔同嘅國家，你唔可以咁做。如果唔即刻做嘅嘢，無論係移民問題，定咗佢嗰啲自殺式能源政策，都會令西歐滅亡。佢哋頂唔順。呢個情況係唔可以持續落去嘅。令世界冇美麗嘅原因就係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之處，但係要保持咁樣，每個主權國家都必須有權控制自己嘅邊境。你哋有權控制自己嘅邊境，好似我哋而家咁，亦有權限制入境移民嘅人數，因為呢啲人係由當地國民出錢供養，而當時亦係佢哋一手建立咗呢個國家。佢哋將自己嘅血汗、淚水、金錢都投放咗喺呢個國家，而家反而俾人搞到一啲破。有自豪感嘅國家應該可以保護自己嘅社區，唔好俾佢哋從未見過風俗宗教完全唔同嘅人湧入，搞到社會承受唔住。有嘅移民違反咗法律，有人亂地申請庇護，或者用唔正當理由嘅難民身份，喺好多情況下，佢哋應該即刻俾人送返屋企。雖然我哋一直都對困難地區同受苦嘅人有粒善心，真心有同情心，適當嘅答案都會俾佢哋。但係我哋要解決問題，就要佢哋喺自己國家解決，唔好喺我哋國家製造新問題。我哋對好多國家都好幫得手。而家有啲國家已經冇能力再派人出嚟。以前呢，佢哋成日一車車廂送人過嚟，一次就有25000、3萬人。呢啲大批人潮以前係冇湧入我哋國家，完全冇人檢查、冇人審查。但而家唔再係佢。根據歐洲理事會2024年嘅數據，德國監獄入邊差唔多有一半囚犯都係外國人或者移民。喺奧地利呢個數字係53百分比。監獄入邊嘅人呢，好多都唔係本地人，係嚟自其他地方。咁希臘呢個數字係54百分比。至於瑞士，靚到不得了嘅瑞士，監獄入邊有72%嘅人都唔係瑞士本地人。當你嘅監獄都塞滿咗所謂嘅庇護申請者，而佢哋就係咁樣回報你嘅善意，佢哋用犯罪嘅回報你哋好深。而家係時候終結開放邊境呢個失敗嘅實驗，你哋而家就要終止坐。等我睇下。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啲嘢我真係好叻。你睇到國家而家真係一落千丈。喺美國，我哋已經採取咗果斷行動，迅速咁制止咗失控嘅移民潮。一旦我哋開始拘留同遣返所有越過邊境嘅人，將非法移民趕出美國，佢哋就唔再嚟啦。佢哋而家已經唔再懶啦。佢哋好多讚賞，但係佢哋真係唔再拒啦。呢個對所有人嚟講，都係一個人道主義行動，因為喺上路途中，每個星期都有成千上萬人死緊。
有嘅女人仲俾人強姦，冇人見過佢嘅情況，俾人殘忍嘅強姦、毆打再強姦。喺上路途中，成段旅程都好長好長，要行好耐，真係一段艱辛嘅路。同時，呢個都係對整個地區人口販賣嘅一個歷史性勝利。我哋做嘅事係一個勝利，亦都救咗好多本來唔會完成旅程嘅人嘅命。嗰段旅程充滿死亡，真係充滿死亡。沿住叢林嘅路上面，成條路都係屍體。佢哋要穿過叢林，要行過咁熱到連呼吸都難嘅地方。有啲人就係咁熱嘅地方焗死，熱到你根本呼吸唔到，到處都係屍體。因為佢哋咁嘅，我哋救咗無數人命。我啲人做得非常之好，做咗啲嘢應該做啲嘢。美國公眾都認同呢件事。我意思係，今朝見到我有史以嚟最高嘅民調，我真係好自豪。部分原因呢，就係因為我哋喺邊境做到乜嘢，我哋另一部分就係我哋喺經濟上做咗嘅嘢。Joe Biden嘅政策令兇殘幫派、人口販子、販賣兒童嘅人、毒品集團同埋世界各地嘅囚犯都變得更有勢力。上屆政府仲差咗，差唔多有30萬個小朋友唔見佢。諗下睇，佢哋失去咗30多萬名嘅兒童。呢啲兒童呢，喺拜登執政期間被販賣到美國，其中好多人遭到強姦、剝削、虐待同埋販賣。冇人談論呢個假新聞，冇報道此事。仲有好多其他孩子失蹤或者死亡。我哋發現好多咁嘅細路，我哋把佢哋送翻佢哋嘅父母身邊。咁我話冇人知佢哋係邊個。佢哋問你係邊度嚟嘅，佢哋會講一個國家俾我哋聽，我哋就會揾出嚟搞清楚，然後帶嚟佢翻屋企。爸爸媽媽會衝去開門，眼泛淚光。佢哋簡直唔敢相信可以再見到自己嘅仔女，自己細路仔女。到而家我哋已經做咗差唔多3萬宗。任何導致大規模販賣兒童嘅制度，本質上都係邪惡嘅。但係呢個就正正係全球主義者移民議程所做嘅事，亦都係佢哋嘅目的。喺美國，正如你所知，呢啲日子已經過去咗。特朗普政府一直努力，依家都繼續努力去追查造成呢個問題嘅壞人。同時，正如我講過，將我哋已經帶翻去嘅3萬個小朋友送翻屋企。而家我諗我哋將會再嚟一次，我哋將會發現好多嘢。你唔可能揾到所有呢啲330幾萬，佢哋迷路啦，或者已經死咗。由於動物嘅呢種行為，佢哋迷失咗方向或者死亡咗。為咗保護我哋嘅公民，我仲指定咗多個野蠻販毒集團。你睇到呢一切，你睇到佢哋發生喺你眼前。咁講啦，人哋唔中意接受。而家佢咁多人會用船運大量毒品。而家喺委內瑞拉附近海域行駛嘅船都唔多，佢哋而家都唔太想再咁快啲行船。而家我哋基本上已經阻止咗毒品經海路入咗我哋國家。我哋叫嗰啲做水路毒品，佢哋害死咗幾十萬人。我仲將多個兇殘嘅販毒集團列為外國恐怖組織，仲有2個極度嗜血嘅跨國幫派。可能係全世界最惡嘅幫派 MS-13 同埋 Trinidad Aragua。順帶一提 Trinidad Aragua 係嚟自委內瑞拉嘅。呢啲組織會肆無忌憚嘅折磨、傷害、殘害同謀殺人。佢哋係全人類嘅敵人。為此，我哋最近開始使用美國軍隊嘅最高權力，摧毀尼古拉斯馬杜羅領導嘅委內瑞拉恐怖分子同埋販運網絡。對於每一個向美國走私有毒藥品嘅恐怖分子暴徒，請注意，我哋將把你哋消滅掉。呢個就係我哋做過嘢啦。我哋別無選擇，唔能夠俾呢種事發生。佢哋正在破壞。我相信舊年我哋有30萬人因毒品而喪生，其中30萬人死於芬太尼同埋其他毒品。我哋擊沉嘅每艘船都載有足以殺死25,000幾名美國人嘅毒品。我哋唔會俾呢種事情發生。能源
係美國目前前所未有嘅繁榮嘅另一個領域。我哋正在擺脫錯誤命名嘅可再生能源。順便講一句，佢哋就係個笑話，佢哋唔工作，佢哋太貴啦，佢哋嘅力量不足以點燃你哋建設偉大國家所需嘅植物。風不吹，嗰啲大型風車太可憐，太糟糕，而且運行成本太高，而且佢哋必須不斷重建，佢哋開始生鏽腐爛。呢個係迄今為止最昂貴嘅能源，而且佢實際上就係能源。你應該用精力嚟賺錢，而唔係賠錢。你蝕錢啊，政府就得補貼，佢大額補貼，你根本擺唔到佢哋出嚟。而且大部分都係喺中國做嘅，我都要俾中國嘅 credit。佢哋負責生產，但係自己其實好少風力發電場。咁點解佢哋生產完之後賣到全世界，但係自己又幾乎唔用呢？你知唔知佢哋用咩？煤，佢哋用天然氣，佢哋用嘅幾乎咩都用啦，但就唔中意用風能啦。但係佢哋就真係好中意賣風車。但係歐洲就仲有好長路要行，好多國家因為綠色能源政策而瀕臨崩潰。我都要俾德國嘅 credit。德國之前喺移民同能源方面都俾人帶去一條好唔健康嘅路，佢哋走綠色路線，結果就搞到接近破產。新一屆領導層上場之後，佢哋又翻轉頭用化石燃料同核能，咁樣其實係好事。而家已經安全咗，你可以正正常常咁做。但係佢哋翻去以前嘅，開咗好多唔同嘅發電廠、能源生產廠，依家做得幾好，我真係要俾德國好多 credit。佢哋都話依家發生緊嘅事係一場災難。佢哋之前係全走綠色路線，全部都綠色，結果咧就全部破產。呢個就係佢代表嘅意思。呢個喺政治上並唔正確，我咁講會受到嚴厲嘅批評，但我喺度要講實話，我唔在乎，對我嚟講呢就冇關係。我喺紐約市，我感覺安全多咗，犯罪我哋正在減少犯罪。順便講下，講到犯罪，華盛頓特區係美國嘅犯罪之都。咁而家12日之後，佢就完全安全啦。城市大家都出去食飯啦，佢哋正去餐館，你嘅妻子可以同你一齊走喺街道中間，亦可以唔同你一齊走，咩都唔會發生。我嘅人民做出咗出色嘅工作，係啦，我叫嚟咗國民警衛隊。國民警衛隊處理咗事情，雖然佢哋喺政治上並唔正確，但係佢哋確實處理咗事情。我哋將1700個職業罪犯趕走，送翻佢哋冇治嘅國家，或者將佢哋關入監獄。華盛頓特區而家又變翻一個完全安全嘅城市，我歡迎你哋。事實上，我哋可以一齊去本地餐廳食飯，仲可以行路去，我哋唔使搭裝甲車，我哋可以由白宮行過去。佢哋放棄咗自己強大嘅優勢，好多我哋講緊嘅國家喺石油同天然氣方面，例如基本上關閉咗偉大嘅北海油田。北海我好熟悉嗰度。阿伯丁以前係歐洲嘅石油之都，北海仲有好多未發現嘅石油，真係有好多石油。我之前同一位我好尊重嘅首相一齊，我同佢講：你而家坐擁住最大嘅資產。佢哋基本上將呢度關閉嘅，因為稅收太高嘅開發商嘅石油公司會去嗰度。佢哋仲有好多石油未開採，更重要係仲有好多石油根本未揾到。對英國嚟講，呢個真係一個好大嘅資產。我希望首相有聽到，因為我連續3日都同佢講呢番說話，佢就淨係聽到呢啲北海石油、北海，因為我真係想見到佢哋發展得好。我唔想再見到佢哋用風車同埋一大片7英里乘7英里嘅太陽能板，搞到蘇格蘭同英格蘭嘅靚嘅鄉郊都俾人破壞晒，仲要搶晒農地。但係我哋唔會俾呢啲事喺美國發生。198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喺執行董事預測，到2000年氣候變化會引發全球災難。佢話呢件事會同核災難一樣，冇得挽救。呢啲就係聯合國講嘅嘢。
佢結果點啊？我哋而家咪仲喺度咯。另一位聯合國官員喺1989年又講過，話10年之內全球暖化會令成個國家都喺地圖上消失，根本咁發生過。你知唔知？以前其實係講全球變冷，你翻查下以前嘅資料，20年代、30年代嗰陣，佢哋話全球變冷會搞到世界滅亡，我哋一定要做啲嘢。之後又話全球暖化會搞到世界滅亡，但係後來天氣又開始凍翻，所以而家佢哋索性叫做氣候變化，咁樣就點都唔會錯，因為無論升溫定降溫，發生咩事都好，都可以話係氣候變化。呢個真係史上最大嘅呃人騙局。咁我哋嘅呢個係全世界最大嘅騙局。氣候變化無論發生咩事，你都會俾人話中咁。佢哋全球暖化，佢哋全球變冷，聯合國同好多其他人做過嘅所有預測，通常都係因為佢唔好嘅原因呢，全部都錯晒。呢啲預測係喺蠢人做出嚟，害到自己國家蝕大錢，仲令到國家嘅機會成功。如果你唔擺脫呢個綠色騙局，你個國家就會衰落。我預測佢其實好嚟嘅，你知唔知？佢哋真係喺競選期間講過，佢哋有頂帽賣得最好嘅頂帽。特朗普講咩都啱，我講呢句唔係自誇，但係事實就係咁。我一直都講得啱。我同你講，如果你唔擺脫呢個綠色能源騙局，你個國家就會衰落。如果你唔停止，有啲你從來未見過，同你完全冇共通點嘅人，你個國家就會衰落。我係美國總統，但我都會擔心歐洲。我好中意歐洲，我好中意歐洲嘅人。我唔想見到歐洲俾能源同移民搞到咁慘。呢隻雙尾怪嘅所到之處都會摧毀一切。佢哋再唔可以俾呢啲事繼續發生落去。你咁做只係因為你想做個好人，你想做啱政治正確，但你咁樣係摧毀緊你自己嘅傳承。佢哋一定要即刻強硬咁控制住呢個失控嘅移民災難同埋假嘅能源危機，唔好等到太遲。碳足跡根本就係喺居心叵測嘅人捏造出嚟嘅騙局。佢哋而家行緊一條自我毀滅嘅路。你都知碳足跡以前係一件好大好大嘅事。幾年前我都記得聽過關於碳足跡嘅嘢。跟住奧巴馬總統就會上咗空軍1號，一架超大嘅波音747，仲要唔係新嘅，係舊款舊引擎，佢哋都排放晒上大氣層。佢又會講碳足跡，我哋一定要做嘅嘢。然後佢就會搭飛機由華盛頓飛去夏威夷打高爾夫球，之後又再上翻嗰架大架靚靚嘅飛機，飛翻嚟之後又再講一次全球暖化同碳足跡。呢個係場騙局。歐洲花費咗極大嘅成本同費用，將佢自身嘅碳足跡減少咗37%。諗下睇，恭喜你歐洲幹得好，你失去咗好多工作崗位，關閉咗好多工廠，但你卻減少咗37%嘅碳足跡。但係為咗咁多犧牲，仲有更多，全部都俾全球碳排放增加咗54%，完全抹消咗。當中大部分都嚟自中國同埋中國周邊嘅發展得好快嘅國家。而家中國排放嘅二氧化碳比全世界其他已發展國家加埋都多，所以所有呢啲國家都冇努力去搞咩碳足跡。其實講真，呢啲都係廢話嚟嘅，呢簡直係無稽之談。你知道呢個好有趣。喺美國，我哋仍然有激進嘅環保主義者，佢哋希望工廠停止生產，一切都應該停止，唔再有牛，我哋唔再需要牛。我估佢哋想殺死牛，佢哋想要做令人難以置信嘅事情。你亦都擁有佢，但係你知道我哋嘅邊界好堅固，而且我哋有形狀，而且呢個形狀並唔係直線上升嘅。但係當講到大氣層時，嗰個形狀就變得冇咁明確。如果我哋擁有最乾淨嘅空氣，我覺得我哋真係有。我哋而家個空氣係好多年以嚟最乾淨，但問題係其他國家好似中國，佢哋嘅空氣就比較差啲，會吹過嘅。
無論你喺下邊做咩，上邊嘅空氣都好容易變得好污糟，因為會有啲唔乾淨嘅空氣由其他國家吹過嚟。而環保人士就拒絕承認呢一點，垃圾都係一樣嘅情況。喺亞洲，好多垃圾都直接倒入海洋，經過大約1個禮拜到2個禮拜，佢垃圾就會流過洛杉磯附近，你都見過啦。大量垃圾幾乎多到冇辦法處理，就冇流過洛杉磯、三藩市。然後有人只係因為啲沙灘掉咗支煙頭，就會惹上麻煩，就喺沙灘度，成件事真係好荒謬。呢啲極端綠色能源政策嘅主要影響，其實唔係幫到環境，而係將製造業同工業活動由跟足嘅荒謬規則佢以發展國家，轉移去佢唔守規矩、污染嚴重但賺大錢嘅國家，佢哋賺到盆滿缽滿。而家歐洲嘅電費比中國貴4至5倍，比美國都貴2至3倍。我哋距離單就跌咗好多，你都應該見到我哋嘅汽油價錢跌咗好多。你知啦，我哋有句口號，開採啦，寶貝，開採啦。而家我哋就係佢做緊，再過1年我哋會平仲多，但係過去1年已經跌咗好多。咁所以而家每部冷氣機都好似佢某啲國家好少見到冷氣機，因為電費實在太貴。咁所以美國每年大約有1300人因為熱死，雖然都唔少，但係歐洲每年因為熱死嘅人超過175000，因為電費咁貴，根本開唔到冷氣。佢究竟係咩事？呢啲唔係歐洲，呢啲唔係我所認識同中意嘅歐洲，全部都係為咗假裝要阻止全球暖化呢個騙局。成個全球主義嘅概念，要求成功嘅工業化國家自我傷害，徹底搞亂自己嘅社會，呢啲必須要完全徹底嘅拒絕，而且要即刻做。所以我哋美國退出咗個假巴黎氣候協定。順帶一提，美國比其他國家俾多咗好多錢，其他國家都冇俾錢。中國到2030年都唔使俾錢。俄羅斯就用咗一個好易達到咗舊標準1990年嘅標準，但美國就要俾成1萬億美元咁多。我就話呢個又係一個騙局。事實上，美國比全世界佔咗好多年平，但而家唔會再契。可能你都留意到，我開放咗大規模能源生產，仲簽咗歷史性嘅行政命令去揾石油。但我哋唔需要進行太多嘅狩獵，因為我哋擁有世界上最多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如果加上煤炭，我哋嘅煤炭儲量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我稱之為清潔美麗嘅煤炭。今日你可以利用煤炭實現10年前或者15年前無法實現嘅目標。所以我喺白宮有一個小小嘅常規命令，永遠唔好使用煤炭呢個詞，只可以用乾淨靚嘅煤呢幾個字。聽落係咪好聽好多啊？但係我已經準備好，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為任何國家提供充足平價能源供應。大部分國家都，我哋而家自豪嘅向全世界出口能源。我哋而家係最大嘅出口國。喺美國，我哋希望同所有國家做生意，搞活貿易同經濟，無論邊個都得。我哋想幫助其他國家，我哋會去幫助其他國家，但係呢啲都必須要公平同埋互惠。貿易上嘅挑戰其實同氣候問題都差唔多。有啲國家守規矩，結果佢哋所有工廠都俾人搶晒。呢啲真係冇到都覺得好心酸。佢哋已經俾人整散晒，佢哋係俾啲唔守規矩嘅國家整散嘅。所以美國而家先係會對其他國家徵收關稅，而且好似以前好多年嘅關稅都係無限制喺加喺我哋身上嘅，我哋而家都用關稅嚟做防禦手段。喺特朗普政府時期，包括我第一任期，收咗幾千億美元嘅關稅。順帶一提，嗰陣時我哋通脹率係最低，而家都仲係好低。唯一唔同嘅就係而家有幾千億美元流入我哋國家。但係呢個就係我哋點樣確保成個制度對大家都公平，仲可以持續落去。
我哋亦都用關稅咁保護我哋嘅主權同安全，喺全世界都係，包括對付佢長期利用美國前朝政府嘅國家，包括咧最貪污無能嘅歷史上最差政府嘅國拜登政府。而家巴西因為佢哋嘅行為要面對重大關稅，佢哋前所未有嘅干預我哋美國公民同其他人嘅權利同自由，包括審查、打壓、武器化、司法貪污，仲有針對美國政治批評者。講呢啲我有冇尷尬？因為我要同你講，我啱啱行入咗嗰陣，巴西領袖就啱啱行出去，我哋見到對方，我見到嘅，佢又見到我，然後我哋仲冇咗一啲，跟住我心佢，你信唔信我2分鐘之後就要講呢啲嘢？但係其實我哋都同意下個禮拜會再見面。我哋冇咗時間傾偈，大約得20秒咁多。回想翻，其實佢哋都係咁，我都慶幸自己等嘅，因為件事其實唔係太順利。但係我哋都有傾過偈，我哋傾得幾好，仲約咗下個禮拜再見。如果你有興趣知嘅話，其實佢好似幾好人咁，冇幾中意我，我都幾中意嘅。但如果你問我，我淨係同佢我中意嘅人做生意，我唔會。如果唔中意嘅嘢，我就真係唔中意嘅嘢。但係我哋起碼有大約39秒，我哋真係好夾，呢個都算係個好兆頭。但係講翻以前巴西，你信唔信佢哋唔公平嘅向我哋國家徵收關稅？但係而家因為我哋加翻關稅，我哋而家反擊翻嚟嘅，而且反擊得好勁。作為總統，我一定會捍衛我哋國家主權同美國公民嘅權益，所以我好唔開心要講，巴西而家做得唔好，將來都會繼續做得唔好。佢哋只有同我哋合作，先至能夠做得好好。如果冇我哋，佢哋就會好似其他人咁樣失敗。呢個係真嘅。明年美國將慶祝我哋光榮獨立嘅250週年，呢個係持久力量以及美國自由同埋精神嘅證明。我哋仲將自豪咁主辦2026年國際足聯世界盃。此後幾耐，2028年奧運會即將舉行，呢個將係一場激動人心嘅盛會。我希望你哋都冇，我希望嚟自世界各地無數嘅人都會參與呢啲活動。呢啲將會係偉大嘅自由同人類成就嘅慶典。我哋一齊可以為歷史奇蹟而歡呼。呢啲奇蹟就係由1776年7月4號開始。當時我哋創立咗照亮全世界嘅光芒。其實嗰日真係帶嚟咗一件好神奇嘅事，就係美利堅合眾國。為咗紀念呢個重要嘅週年，我希望所有受到我哋榜樣啟發嘅國家都可以一齊加入我哋，重新堅定我哋共同珍惜嘅承諾同價值觀。等我哋一齊捍衛言論自由同表達自由，等我哋一齊保護宗教自由，包括而家世界上最受迫害嘅宗教就係基督教，同埋等我哋一齊守護我哋嘅主權，珍惜令每個國家都冇特別嘅不可思議嘅卓越嘅特質。最後，我想再重申，移民同所謂綠色可再生能源嘅高昂成本，正在摧毀自由世界嘅大部分同我哋星球嘅大部分珍惜自由嘅國家，因為喺呢兩個議題上嘅政策正急速衰落。如果你想再次偉大，你就需要有強大嘅邊境同傳統能源。無論你係由北定南、東定西、近定遠咁嘅，今日喺呢個美麗大廳入邊嘅每一位領袖，都代表住一個豐富嘅文化、高尚嘅歷史同自豪嘅傳承，令每個國家都冇莊嚴獨特，喺人類歷史上同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揾唔到嘅。由倫敦到利馬、羅馬到雅典、巴黎到首爾、開羅到東京，仲有阿姆斯特丹到而家呢個紐約市，我哋係企喺領袖同傳奇、將軍同巨人、英雄同泰斗嘅肩膊上，佢哋用自己嘅勇氣、力量、精神同技藝，贏得同建立咗我哋所愛嘅國家。我哋每一個國家，我哋祖先攀過高山，征服過大海，穿越過沙漠，行過廣闊嘅平原，佢哋衝入雷霆萬鈞嘅戰場，
投身極大危險。佢哋係士兵、農夫、工人、戰士、探險家同愛國者。佢哋將城鎮建設成城市，將部落建設成王國，將思想建設成工業，將小島建設成強大嘅帝國。你係呢一切嘅一部分。佢哋係人民嘅捍衛者，從不放棄，亦從不屈服。佢哋嘅價值觀定義咗我哋嘅民族認同。佢哋嘅遠見卓識咁就了我哋輝煌嘅命運。呢個房間裏邊嘅每個人都以自己嘅方式參與其中。我哋每一個人都承繼咗自己英雄同創辦人嘅事蹟同傳說、勝利同遺產。佢哋勇敢淪為我哋指引嘅方向。我哋祖先為佢哋冇自豪嘅守護嘅家園付出咗一切，包括汗水、鮮血、生命同死亡。而家保護佢哋建立嘅國家呢個正義任務就落嚟我哋每一個人身上。所以等我哋一齊堅守對我哋人民同公民嘅神聖責任，讓我哋保衛佢哋嘅邊界，確保佢哋嘅安全，保護佢哋嘅文化、財富同埋傳統，為佢哋珍貴嘅夢想同埋真實嘅自由而戰鬥，為友誼而戰鬥，為真正美好嘅願景而戰鬥。等我哋共同努力，建設一個光明美麗嘅地球，一個我哋共同擁有嘅星球，一個和平嘅星球，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富足、美好、美麗嘅世界。呢一切都有可能實現。呢件事一定會發生，呢件事一定會發生。我希望可以即刻發生，就係而家呢一刻開始，我哋會扭轉局面，我哋會令我哋嘅國家變得更好、更安全、更美麗。我哋會照顧我哋嘅人。多謝大家能夠有呢個榮幸，願上帝保佑世界各國。多謝大家，再見。我代表本次嘅大會，衷心感謝美國總統先生